大家好，我係香港聖公會安老院舍外展專業服務試驗計劃九龍中團隊嘅職業治療師馮姑娘。今日我會為大家示範一套坐式八段錦。呢套八段錦係透過和緩、具鬆弛以及伸展筋腱嘅動作，達至強身健體以及增強身體嘅免疫功能。長期修練仲可以幫助我哋放鬆精神添，而且呢套八段錦亦都好適合一啲站立唔平穩或者需要長期坐輪椅嘅院友做㗎。喺開始之先，有一啲事情我哋需要注意嘅喎。首先，我需要大家坐喺一張四平八穩嘅座椅上，雙腳要平放喺地面，腰要挺直。頭望前邊，雙手側身要有足夠嘅空間。為安全起見，可以扣上安全帶，因為當中亦會有彎腰嘅動作。如果院友當日有任何不適，例如頭暈、心悸或者高血壓，就唔適宜練習啦。如果大家準備好，就可以開始呢套坐式八段錦啦。